十字門中海環宇天下嘅 E 區啊，豪宅入邊嘅 C 位啊，今日呢一套169平方嘅業主蝕足120萬啊，真係非常之誇張。但係呢，佢都係不得不出售，因為呢，佢係急需要用錢。隔離呢就係 Sheraton 啊，睇到未？樓下呢都有網球場，對面就係橫琴嘅 IFC 啦，豪宮呢都可以睇到少少嘅。成個戶型做咗一個南北通透嘅設計，呢個空間感都 OK， 可以擺低4-5位喺你屋企。入到嚟呢就係一個智能家居系統啦，專梯入戶嘅設計都係俾到你嘅，可以擺低你嘅任何嘢。入嚟呢就係一間你嘅套房啊，可以作為你嘅長輩房，可以睇得到呢啲衛浴啊、漢斯架嘅，非常之唔錯。再去參觀下你屋企嘅客廳，業主呢蝕足120萬，感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路。樓下輕軌站到澳門到橫琴同埋珠海機場都係已經開通咗嘅，華發商都啊、環宇天地呢啲全部都係已經開業啦，非常方便。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 call 3條路。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